上大省受到卡罗风台影响的，就是北海花甲东北角。按算深更到明仔透早，影响是上界激烈的。不过今仔下晡，有缘有民众去到海边啊看海影，这海巡警官也赶紧靠近这民众来离开。一波一波大影拍起来到海岸，看起来是真惊人。海岸上的石头，搁互海影冲到步道顶悬。家人条件公园下晡无啥雨，但是风介大，现场也是陆续有民众开车来看海影，就惊民众危险。海巡警官也到现场提醒。有点危险，但我没有看新闻，就是午后好像会加强，所以不会再出来。有危险干咩？危险，唔好行伤我，唔好行伤我。镜头到家人市区下晡时啊，庙口夜市已经有济大头咧做事，也有民众唔惊风雨来遮踅街。业者表示，因为风台影响，平常时啊来踅街的民众是减真济。透早有雨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人较少。啊，即马无雨，人渐出来啊。今仔日差不多一半较加啊。较少啦，人较少啊，哪有可能？差不多平常时几成一半敢有？到一半尔。虽然家人到暗头雨水是无算济，但是根据中央气象局的资料，风台卡路速度真慢，初三半暝到初四透早，才是上瓦台湾的时阵。台湾北海岸家人地区、东北角也是大城受影响的所在，提醒民众注意。记者郭文长随家人报道。